咱真正毋忙甲帮助，毋是讲叫咱所处的环境去变，是爱上帝，毋忙上帝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同在。咱即摆要来念第143首，请来，请来，伊马路，请咱大家安定咱的心，来念带落来143首，甲433首的信息。到第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咱人定定感觉咱有能力，咱有金钱，还有财势、地位，但是这拢毋是咱真正的帮助。咱爱谦卑来恳求上帝施恩赐福给咱，伊互咱伫就算讲有困难的时阵，有啥物危险的时阵，上帝拢会做咱的帮站，甲咱伴。咱今日念5分，感受。
兄弟平安。咱即摆安定心来准备咱今日的礼拜，请即当阵将家己的手机来关机，调做无声，无声。奉主的名，今日咱准备咱的礼拜，请照答。关的为日光归于上帝，地球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是咱的人信息，143首，请来，伊妈妹，大家请起立，转手。
疏导性经来做咱企业的构建。请坐。这是咱来领事上的话，咱来读推译文第37篇。我来起，大家来听。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绵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平有徛伫饲伊。因什么人话语，我如何性命搁较长一刻骨？试算山面的白合花，怎样大丛？但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去行我的时，打山野的草，今仔日伫地，今仔日徛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独独大心伫伊的地，所以讲对我如讲，管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讲，袂得保得为着今仔日挂入。再来祈祷。本日天的地，我感谢你所给我父母，因为着疼来忍耐，渐仔付出，顺服主你的心意，因疼甲真理来养持咱的兄弟，如同圣经当中遐你所欢喜的母亲的模样，互阮伫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父母的疼来陪伴。伫母亲节这个时阵，嘛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妈妈，以及共款为着厝内甲囝儿来付出的父母，互因的心内知影主你疼因，敢若疼像共款，甲因伫地养饲后生是一个真伟大的代志，是一件爱牺牲、爱忍耐、爱承受足侪责任的代志。求主互这群对你的父母，得着主你除去因心内的忧愁，将平安放伫因的心内，互因有智慧的眼光，知影主你拢咧看顾，祝福因的囝儿的成长。嘛求主看顾囝儿的心，互因的心中有爱，体谅父母的辛苦，伫父母甲天父的疼当中来大汉，渐渐啊变做天父你所欢喜的模样。若要特别求主祝福教会当中年老的母亲，求主看顾因的身体健康甲心内的平安，无阁需要事事来操烦，学习活伫主的喜乐当中。尾啊，来求主来继续看顾教会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因需要主你加倍的疼，伫因的生命当中，帮助伊去面对身体的病痛。求主互因总是身体欠缺，心要甲主你基地，要得着主你的平安。这是咱两个咧用主祷文大声来向主来宣告。
是咱来读圣经，今日圣经嘅经节第约翰福音第19章第25、29、27节，咱就做伙来读。就是新歌队来引领水的赞美，老母的名。
城新园区水的占比。这是杨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今日的讲座。题目是阿母，请你嘛保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感谢真有快乐。因为今仔日可能有人中昼要请妈妈食饭，对不对？有人暗时牧师不见得到餐厅，最后定一个时间7:40，他对不起阮母甲阮无顺利伤晏吼。阮妈妈讲，哎哟，安那足晏，歹势啊！无闲到怎袂去订餐厅？阮母讲，当初食就好啊。较想了，当初食就好啊。今仔会当初食的有啊。感谢主毋是干那今仔日甲请妈妈食饭啦，好无？咱应该感谢妈妈食饭。感谢主会当互咱伫全世界拢在庆祝母亲节，5月第2礼拜，母亲节的由来，我就无要搁重复来甲兄弟姊妹分享。但真重要的，今仔日牧师用这个题目，阿母也请你嘛保重。要透过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9章第25节到27节，这段的经文看起来真悲伤，因为安怎？这段的经文是啥？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用顶十字架顶讲的话，所以嘛不能透过这段经文，互咱搁一遍来思考。咱今仔日在过母亲节，嘛真重要是主日咱三甲伫上帝面前来敬拜，为了主，会当透过咱的敬拜，嘛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咱死的伟大的听。要开始之前，请咱大家下来祈祷。亚我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平时一年甲一摆过母亲节，阮理当应该逐日拢是母亲节，来纪念阮所有的母亲因的辛劳甲辛苦。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满满，主阮对细汉到大汉，阮会当体会到，也就是母亲的疼，无时不刻伫阮的心中，阮会受福音。主啊，就敢若亲像你共款，你保守阮，你带领阮伫世间有侪侪的劳苦，所以你嘛差派侪侪母亲来到这个世间，阮三甲做阵，伫母亲节的时，一方面来纪念孝念，一方面来感谢上帝你的恩典满满。恳求圣神有愿到三甲基地来帮助阮，开拓阮的心，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互阮的母亲，无论有在世无在世，阮拢伫遮来感谢、来纪念、来孝念。互阮毋但是干那伫今仔日来纪念孝念，阮乃是每一天拢会当有一款的心志，纪念孝念、感谢，相信嘛，搁较体会经验着主上帝的力。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昨即个咱台北中会庆祝母亲节，伫咧即个妇女事工部，伫妇女事工部即个张主良牧师，张主良牧师新生教会牧师，伊伫即个台仔顶有放一个影片，我感觉真感动，所以我今仔日嘛放互兄弟姊妹咱做起来，即个影片，这个影片的名叫做《我的老母拢讲白菜》。我妈很喜欢。我的老母拢讲白菜，咱来听看，咱来看看。我妈很喜欢说谎，从我小时候就是。我妈感觉怎么样？我看，你的情况啊。妈，你无买你的哦？妈妈唔惊寒啦。要给你讲话，没有，你可掉哦。来，给讲话。妈，你拢我讲。无啦，妈妈哦，看着起来，我就起来，你讲。
要看一下构成之类的，然后要裁决。妈，你哪更困？哦，妈困袂起来。阿姊啊，一个人去遐练读册吼，还是遐爱顾遮无？知影你知道啦。对啦，这电锅吼，唔通过瘾啊。暗时哦，我做了会。喂，姐啊，吃几条好啊？啊，可是电话真贵啊！妈妈真好，哎，别烦恼啦。不管妈妈说过多少谎话，我知道，只有爱。我妈很喜欢说谎，这差不多，这个影片差不多15年前啊，哦，15年前的影片哦，我想这是我把有兄弟姊妹有诶学使记落来吼，真感动啊吼，这嘛是咱的生活的一部分，吼，咱的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人对女性的感情时常毋是伫咧嘴内面听在讲吼，拢藏伫咧心肝内，对不对？吼，咱台湾人，有真侪真侪人无啥会晓讲妈妈我爱你，咱想看嘛是毋是？还是怎样？真侪人会晓讲妈妈我爱你，吼，但是出门的时阵会讲饭有食无？寒天的时阵会讲穿较厚的，转来厝里看到水果切好啊，衫洗好便当准备好咱知影，这就是母亲的疼，母亲的爱。这个兄弟姊妹有一首真老的老歌吼，叫做妈妈，请你嘛保重。我会记有一年的母亲节，牧师嘛捌用这首歌放互兄弟姊妹听，足过节前吼。这首歌知影无？这首歌想起故乡有无？目屎就安怎流落妈妈，请你嘛爱保重所以真侪人听了这首歌了后，耳仔就酸酸因为人生行到某一个坎站，某一个年纪，咱才发现讲，以前就是感觉妈妈、母亲安怎真啰嗦啦。后来才知影讲，迄个啰嗦是啥？是疼。迄个啰嗦是疼。所以细汉的时阵是妈妈牵咱的手，大汉了后是换咱牵妈妈的手在行。今仔日我甲阮母嘛是为厝里来到教会，我就甲手牵的，伊阵是毛毛的小雨，我就来掠雨伞。行到一半差不多无雨我就想讲，以前拢我行在头前，我今仔日行后面好，我就看到我的妈妈行伫头前，我行伫后面。虽讲伊脚步较慢，但是我看伊还阁算勇行会安尼行，我就缀伊后面安尼行。细汉的时阵，妈妈牵咱；大汉换咱扶妈妈行路，所以以
以前是妈妈咱转来甲厝，后来变成做咱烦恼妈妈一个人安怎伫厝内。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真系啊，伊像真特别，非常的特别，真特别。这毋是因为这毋是耶稣行神迹的场所，嘛毋是耶稣医病赶鬼的场所，是耶稣伫倒位？耶稣伫十字架顶。真系啊，即位人痛苦的时阵，最容易想到自己。人一痛苦的时阵，想到的拢是家己。但是耶稣伫伊生命最后的时刻，伫世间迄个生命最后的时刻，伊想到的毋是家己，伊想到的是啥人？伊的母亲。耶稣想到的是伊的母亲，所以这段经文互咱看到，是一个母亲伟大的，是一个母亲，伫咧这个过程中间陪伴咱的主。所以，疼母亲，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知影，疼母亲、爱咱的母亲，嘛是信仰的一部分。嘛是信仰的一部分。所以今仔日咱要对三方面，咱直接来思考、来想。头一方面，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母亲的疼，是一世人无声的陪伴母亲的疼。所以经文一开始有讲到，徛伫耶稣十字架边仔的有伊的老母。有伊的母亲，别人讲走去，真侪门徒也拢无看到，但是耶稣的母亲还搁伫迄个所在。现在兄弟姊妹，母亲的爱真的很奇妙。母亲的疼真奇妙。囡仔成功的时阵，大家拢看落来；但是囡仔失败的时阵，佮愿意徛伫咧囡仔身躯边的是啥？手上就是敢若像母亲。所以耶稣现在毋是因要咧进入迄个耶路撒冷的耶稣，嘛毋是五块饼两尾鱼，互人得到娱乐的迄个耶稣，是一个互顶十字架，规身躯拢是血，伫遐互糟蹋的耶稣。但是伊的母亲拢是有离开无？无离开。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老母的。咱知影，真侪少年的时阵，咱拢毋捌，咱拢毋捌，感觉讲啊，妈妈逐工都是安尼细细念，细细念，较早困的，莫会学白食，钱有够，骑车开到晚。细汉的时阵，伫咧遐嫌安尼真啰嗦啦。当然，到咱大汉的时阵，咱发现讲，若有一天无有安尼的人，搁直接来关心。我相信这是一个，互咱通思考的一件事。所以有一个兄弟伫遐分享讲，伊真痛讨厌伊的母啊，敲电话，伊的母敲电话，每一遍拢问安怎，食饱未？遮尔晚还袂转来，你做父是较瘦的。所以有拄时啊，伊无闲起来伊讲伊故意不接电话，无爱接电话。后来伊的老母过身啊，有一天伊半暝啊，转到厝。伊发现一件代志，手机啊真安静。迄个时阵伊才发现，哎呀，这世间已经无有人会遐尔啊自然伫遐来笑脸伊啦。所以伊讲伊从笑脸的，毋是妈妈煮的菜，是迄句话：你有平安回来无？你有平安回来。现在兄弟姊妹，咱知影母亲的疼，毋是。安尼轰轰烈烈，是一日搁一日，一天搁一天的陪伴。伊可能无有读真侪的册，嘛无啥会晓讲真大的道理，但是咱知影咱的母亲是用一世人守了这个家庭，一世人守了这个家庭。有的母亲真省啦，节省真省，家己的衫穿几人像去食这个影片同款，囡仔的宝石柜袂省，家己毋甘食的物件，一直甲把硬这个囡仔。我想台湾真侪妈妈拢有相款的习惯，我袂晓食个影片，讲我袂晓，你食就好啦。讲了后，巴肚就呼咧跳咧。其实毋是袂晓，是安那？是安怎？唔甘啦，唔甘。
有时啊，咱大汉啊，咱到后来就发现讲，啊，原来妈妈的青春拢会来成全咱的人生啊，那是有影，妈妈的青春拢来成全咱的人生。今日遐日姊妹当耶稣踮伫个即个徛伫个世界顶悬的时阵，伊看到母亲还佫踮伫迄个所在，佫徛伫迄个所在。我相信迄是一个真深的痛。伊的妈妈无法度会当承受迄个囡仔的痛苦，但是伊愿意陪伴即个囡仔，伊做阵伫遐来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必要有一寡做母亲的人，即摆拄啊为着你的囝儿伫遐咧流目屎，囝儿无听话，婚姻无顺利，工作袂稳，信用冷淡。有时啊，真多会时阵，妈妈嘴无讲，但是暗时啊，拢会偷偷啊为着囡仔伫遐来祈祷。有一寡母亲甚至是一方面伫遐咧食药啊，一边伫遐咧烦恼囡仔。即个因为咱知影吼，母亲的痛，咱讲母爱，母亲的痛是世界上亲像上帝的痛。母亲的痛是世界上亲像上帝的痛之一啦吼。所以，咱第一点啦吼，母亲的痛就是安怎，就是陪伴咱。咱真期待，有时嘛真期待，咱会当想象，咱会当孝良，咱会当努力啦吼，将这个母亲的痛转化成做咱甲兄弟姊妹中间彼此的善。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事。慢慢透过这个母亲节，咱去一个来反省、来思考，母亲的痛是啥物？你感受的母亲的痛，让主来帮助咱。第二点，真正的痛不是接受痛，是学习搁较会安怎回应迄个痛，回应上帝。耶稣伫个世界顶悬讲，母亲看你的囝子，刷车本对约翰讲。讲看你的父亲，所以就代表耶稣伫一种痛苦的时刻，伊愿安排伊的母亲未来的生活，吩咐好，交代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正的信仰，若是咱伫遐来敬拜上帝尔，真正的信仰，有时啊，咱却忽略身边同疼咱的人。真正信仰是耶稣提醒，用行动伫遐提醒咱。有效毋是伦理啦，有效毋是伦理，嘛是信仰。这是真重要的。时常咱拢甲变成做伦理，所以咱会看见即个所在。有一寡人对外口的人真好，但是对父母真无耐心。我嘛共款的，有啥嘛是会安尼，伊出来就反驳母亲啊。有的人公司真客气，谢谢，不好意思啊，辛苦了，等来到处理。哎呦，你不懂啊，不要一直讲啊，很烦呢。所以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时常就是疼咱的。有一位姊妹伊捌分享过，伊讲伊少年时阵一直想要离开厝，少年时一直想要离开，因为伊感觉妈妈控制真多，管真多。总是后来伊结婚了后，有囡仔了后，伊较清楚知影原来妈妈毋是爱管啦，妈妈是啥烦恼。我相信这道理咱拢真清楚，但是咱生活的内面就会表现出来啊。足奇怪，为什么啊呢？所以伊后来这个姊妹讲，有一天伊看到伊的母亲扶喺涂骹放伊的孙仔伫遐咧这个穿穿袜啊。在放迄个话大的时阵，忽然发现讲，我的妈妈已经老了呢。以前抱伊的迄个人，即摆徛起来连徛起来拢需要我甲扶一下。所以这个姊妹讲，等于偷偷开始伫遐哭啦，因为伊第一摆发现讲，敢若亲像母亲毋是永远都在的，母亲毋是永远拢伫的。
所以有拄时啊，真侪人包括我，你我咱有真侪人拢连这个哎来日方长，不长时间不长，但是人生真正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是不是？哦，早知影就安怎安怎，早知影，早知影我加陪我母啊食饭，食较济吼，啊早知影我就甲揽一个，哦，啊早知影咱对伊遐尔啊歹，啊早知影我就陪一遍，搁去菜市啊市场。但是人生无有遐尼多的早知道，无有遐尼多的早知道。我知影今仔日有一寡兄弟姊妹无得靠母亲已经无伫个啊，所以啊，爸母亲这个时阵心内面就有迄个空缺啦。啊，当然，咱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传统，母亲搁伫个兄弟姊妹啊，就是会甲即个红花吼。啊，若母亲别逝，咱就甲白花。啊，当然，这个传统真好，但是每一年我看有的兄弟姊妹来到教会，伊拒绝我就无法甲。所以后来发展吼，教会有另外一款的花，粉红色的，互咱甲。好，即个即个无论是怎样，我相信这拢是一个咱会记号甲纪念。所以嘛是一款的提醒，妈妈伫个，妈妈无伫个，伫个即个世间，无伫个即个世间。有拄时啊，咱在过节期的时阵，心内面我得较有真侪的空缺，有真侪的欠缺。有拄时啊，看到别人可以咱叫妈妈，家己敢若会当看上帝。亲爱兄弟姊妹，无需要安慰咱。迄个疼袂因为死亡伫遐来无去失去，疼袂因为死亡伫遐来消失无去。遐个捌伫遐陪伴你，啊欢呼你，啊伫遐为你流目屎，伫遐甲你揽的，迄个妈妈伊还搁伫咱的心命。有拄时啊，咱煮一道菜的时阵，有得甲咱就会想到。咱的妈妈，有拄时啊听到一句话的时阵，咱就会想到伊，甚至看到迄个粪扫地啊毋甘干的时阵，咱嘛会想到妈妈。其实有拄时啊，真侪生活的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代志，咱拢会想到，因为母亲的疼早伫个咱的生活、咱的生命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甲母亲交互世人照顾。交互温度照顾，这提醒咱一件代志：疼需要行动，爱需要行动，疼需要行动。若是干那只有节日伫遐来讲一句啊，母亲节快乐，是咱日常的生活，咱愿意伫遐来陪伴，陪伴妈妈食饭，陪伴伊讲话，教伊用手机啊，陪伊去看医生。真侪老大人真正惊的吼，亲爱兄弟姊妹，毋是看病啦，是啥？是孤单，是孤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说书你的母亲还搁伫个，请咱做伙，咱来珍惜。有闲较长电话，毋通嫌伊讲伤久啊。毋通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毋通嫌伊讲伤久，因为有一天想要搁听。我得较就听袂着，录音嘛是无法度，迄个录音其实是一款嘛是无法度真正看到你的老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最后一点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的，做阵咱思考的，伫十字架的听内面，咱其实爱学习感谢甲反省。感谢甲反省，这是真重要的。耶稣定死伫十字架顶，伊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若是敢若完成迄个救恩，伊留落来真水的模样，就是啥？爱的模样，爱的榜样，疼的榜样。所以这款疼的款式，伊无有因为痛苦，伫迄个痛苦，伫遐忽略即个亲情。反倒对耶稣，咱看到伊咧痛苦的中间，搁较显出迄款疼亲情，疼伊的母亲。疼伊才会运动，疼兄弟姊妹，
伊无因为痛苦伫遐忽略去，伊反倒倒伫痛苦内面显出上帝的疼。真爱遐弟兄们，这是福音真水的所在。福音真水的所在，真正属于上帝的人，毋是变伫咧遐真冷淡。咱若属于上帝的人，毋是变冷淡，是爱搁较知影迄个疼，搁较明白迄个疼，搁较实践迄个疼。所以真侪妈妈一世人犯大的愿望，其实真简单，对不对？咱做过妈妈的兄弟姊妹，咱就知影，一世人犯大的愿望真简单，毋是囡仔啊赚大钱啊，毋是做挂豪宅啊，是囡仔平安，善良，有信用，有信用。所以为父亲甚至是讲，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孩子没有来教会。听到咱的时代，伫遐别看我的时阵，讲我放不下心，都拢囡仔们无爱来教会。现在遐因为咱爱讲理由是什么但是这是一个母亲真大的愿望，因为妈妈知影，人生毋但是只有成功，其实还佫需要有主同行。一个见证嘛是，我看听过一个见证，一个老妈妈每一个礼拜拢为个囡仔祈祷，而且囡仔离开教会20多年，妈妈每一遍祈祷，伊就流目屎，每一遍祈祷，伊就伫遐真痛苦。伊讲主啊，我若会当伫咧我离开世间之前，敢会当看到我的囝倒来吗？有一天，伊个囝真正陪伊妈妈来做礼拜。伊讲迄个妈妈坐伫咧后面，一直哭，聚会结束了后，伊讲今仔日就算主甲我接转去天里啦，我嘛甘愿啊。现在兄弟姊妹，虽讲咱看这是真平凡的一个小故事，但是母亲的疼是真深的，伊愿意深到愿意用一世人来等待。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纪念母亲节，咱纪念咱的母亲。若是干那咱滴即个较耐心，伫遐来纪念，伫遐来分别，更重要的是，咱是毋是有甲上帝迄个疼来放落去？即摆真侪家庭上大的问题，毋是无钱啦，是迄个关系的问题，关系的问题。我即个月大概拢会讲真侪有关系的代志，迄个关系的问题，大家住伫咧即个同一个屋檐下。咱拢会各看各的手机，是不是？我到即摆若食饭我妈妈若有来食饭，就有4台手机啊，但是我妈妈袂看手机啊，所以有3台手机啊，拢拆咧，拆咧，伫遐看手机啊，食饭的时阵，我妈妈。我就知影，手机收起来，食饭爱专心食。同一个屋檐下，拢各看各的手机。有阵时咱做事虽然毋知影爸母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咱来做爸母的嘛，毋知影囡仔心内面迄个压力，所以今仔日个信息提醒咱一件代志真重要。我相信这毋但是干那今仔咱爱做，是每一天。其他无数其他拢会当通来做，毋若是干那伫厝内面做，而且伫咱的信仰关系，咱伫教会的内面，咱伫小组的内面、团契内面，咱拢会当通爱来做，就是疼爱要说出口，疼爱讲会出嘴，感谢爱及时爱赶快较紧感谢，陪伴就是趁现在，陪伴就是趁现在。当然，有一寡兄弟姊妹对细汉就无感受到真侪母亲的疼，甚至是甲母亲的关系受伤。我知影咱嘛有兄弟姊妹是安尼的状态，但是感谢上帝，我相信上帝会当医治咱心内面迄个缺口。有拄时咱的母亲无完美，无得解是因为伊嘛第一摆做母亲啦。可能伊脾气无好，可能伊含慢表达，
甚至互咱受伤，但是真侪时阵，伊嘛是伫咧有限的中间，伫遐努力打拼，疼你、爱你。即个咱即摆迄个实力嘅顶悬的疼，会当互人学习一件代志，了解甲和好，饶恕与和好，了解甲和好。所以今仔日同中的，毋是牧师要讲真侪大的道理，是即句话，即句话就是阿母啊，你辛苦啊，母亲啊，你辛苦啊，阿母啊，我爱你，母亲啊，我爱你，阿母啊，请你嘛保重，母亲，请你嘛保重。所以看还来得及啦，亲爱的兄弟姊妹，好好的去爱。好好的去爱，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也是个顶悬同宝贵的实体，伊有缘带领挂念伊的母亲，因为疼，毋是单有闲甲做，疼是啥？看现在。咱讲好信息，今仔日的信息，互咱想到的、听到的，第一个就是母亲的疼，是一世人。伫咧遐安静，伫遐来陪伴。第二个就是母亲真正的疼，就是要学习回应甲欣赏。第三点就是伫世界的疼内面，互咱来学习感谢甲感谢。我相信这是真重要。我哋当今仔日聚会结束了后，咱今仔日可能就是无有其他的聚会啊，了后咱就结束礼拜结束，等一个每一位兄弟姊妹遮牧师就先讲，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领一个小蛋糕，伫咧咱的即个后面的所在。结束了后，咱礼拜线结束了后，等一个是报告的时，牧师来邀请咱的母亲牧师甲咱的母亲伫遐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伫即个过程，咱兄弟姊妹，咱拢好好来纪念。今仔日结束了后。礼拜了后，咱转去甲厝，其实今仔日有过来下半工的时间真多。无得甲你的妈妈伫咧无共款的所在，打一通电话，转去厝内面陪妈妈食饭，抱抱她一下，伫咧心内面，或者是讲伫心内面好好来甲纪念，来甲笑脸。因为有一天咱来发现一件代志，世间上温暖的一句话，就是有人咧叫你。有人咧叫你讲，囡仔，孩子啊，世间上温暖的一句话，真正就是有人咧叫你，囡仔，毋是转来是囡仔，孩子啊。我说真真期待，透过今仔日父亲节，互咱会当搁一遍来纪念少年，当然咱来感谢咱的上帝。想想咱伫世间有母亲的生活，无论生活怎样，这个母亲，相信这是从自然流露出来。另外有三点要来兄弟姊妹分享的，咱来思考来，一个思考的问题，伫你我咱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你的妈妈捌做过倒一件小事情，当时你感觉不是很特别。但是即摆分享起来却真感动，咱有即款诶小故事，我相信有你记伫心内面，还是讲你写出来。第二个，咱想诶，耶稣伫世界顶关伊话是关心伊诶母亲，即对伫咱今仔日咱要安怎样陪伴咱厝内面诶人，有啥物款诶下策？你感觉家己需要改变诶是倒一方面？是倒一方面？这是第二个思考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即使今仔日会当对你的母亲，或者是讲捌照顾你的人，讲一句话，你想要讲啥物？你想要讲啥物？也是讲你要安怎准备用实际的行动表达对伊的感谢甲关心？这是扩大对你的母亲，还是讲捌照顾过你的人？有的是父代母职嘛，咱知若父亲节就是母代父职拢有。我相信这是咱今仔日牧师伫这个所在，搁一遍每一位在座的
母亲母亲们讲感谢你，感谢每一位母亲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嘛相信上帝听伫咱的中间咱将今仔日母亲节有拄则一点点感伤有拄则会感受到讲迄个母亲的伟大当咱拢捌唱过即真多的儿歌的时阵要纪念母亲的儿歌嘛真多我相信这个歌曲拢是咧纪念感谢咱的母亲。牧师嘛真期待，咱除了要纪念、要感谢咱的母亲以外，咱会当想到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耶稣安怎样照顾伊的母亲，耶稣安怎样回应上帝听伫咱的中间，伊安怎样听咱，帮助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嘛祝福每一位母亲，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人生，而且上帝听陪伴咱，请大家下来祈祷。天父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有母亲的疼。有真侪时阵，阮真惯是母亲的付出，却袂记哩感谢；真惯是伊的陪伴，却忽略阮的母亲嘛会忝、嘛会生、嘛会老去。主啊，求你帮助阮更较珍惜留缘伫身躯边的母亲，互阮若是干那节日甲表达迄个疼。是伫阮的生活内面，阮互相伫遐来学习，安怎样陪伴、关心甲体贴。台湾的主嘛安慰遐已经失去母亲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成做因心中的安慰甲快乐，互遐个袂赴讲出的疼甲思念。主啊，你拢知影。嘛愿阮会当对世界顶悬耶稣的疼。学习成做一个会当知影安怎样感恩的人，嘛将即个疼甲信仰一代一代来传承落，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享受伫主内面成做一家人迄款的疼，嘛会当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疼痛、赏赐甲祝福。感谢主，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归类伫阮的教会内面，搁一遍来感受到母亲的疼。是遮尔啊温暖，母亲的疼是遮尔啊伟大。互阮继续来回顾过去的母亲、现代的母亲，以及将来阮可能嘛要成做人的母亲的时，阮安怎样来回应你无比的疼爱？感谢主，听阮的祈祷，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大家请起立
啥济。是我来报告，当当事项的部分，本周到后周会使请大家来看。开始的是今仔日的新人的主题都是讲就是改的。除非人数较方便嘛，请大家来家己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母亲节，新年的主题哦，讲就是改。教会有准备麻粉蛋糕，一个人有一个，一人有一个，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麻粉蛋糕的部分就你无说到主要报告会后大家再来念。主要嘛先，我是为咱的，对，咱在座所有的母亲来祝福祈祷。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不是今仔日做母亲，但是母亲吼，咱是妈妈请兄弟姊妹请咱起立一下，妈妈的姊妹姊妹。咱先拍拍啊，大家的妈妈，咱的妈妈是这样会当有助上帝给咱的中间咱就这边关注系统。来，三个来感谢，领受奖励的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母亲，真做阮家庭中的祝福。今仔日是母亲节的日子，阮特别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透过母亲的疼、陪伴甲付出，互阮会当伫人生的道路顶头感受到迄个温暖甲快乐。有这个时阵，阮的母亲因安静承受真侪的压力，忍耐真侪的野心，用祈祷来救调这个家庭，用关心甲安慰，而且来安慰阮的下一代。因会听到敢若亲像一把火共款，伫咧黑暗的中间悠远照亮阮厝内面人的心。主啊，求你亲自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互因心劳会当得到安慰，因的野心会当重新得到快乐。孤单的时阵感受到陪伴，感受到上帝的疼。因烦恼的时阵嘛会当得到平安。嘛，恳求你医治身躯软弱软弱的母亲，坚固因的心灵，互因逐工会当经历你的稳定、教育。我嘛为着已经别逝的母亲，献上阮的笑脸甲感谢，感谢因捌用性命陪伴阮的成长。恳求你帮助阮学习，要安怎样珍惜甲厝内面的人，甲疼来讲出嘴，甲感谢真做行动。而且，愿恳求上帝疼痛照顾阮每一位母亲。盼望每一位母亲拢会当因为你的疼得到喜乐甲盼望，互家庭充满和睦、感恩甲祝福。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都是拍拍啊，来感谢。我先来介绍，今仔日头一摆来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吼，即位是单名吼，这看起来就感谢上帝啦吼，伊这是名叫做陈感恩，感恩兄弟来，感恩兄来，来，欢迎哈，陈感恩弟兄。太太了，太太，来，咱看报告。感谢上帝，来，搁有一位欧阳秀莲，一起好，欧阳秀，陈感恩弟兄甲欧阳秀莲女士因两位来甲咱来中间，搁一位嘛是两位胡宇芳甲徐松莲永年徐永年弟兄甲胡宇芳这边女士朋友其实
以上有4位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咱会后可以一起来交谈分享。我继续来报告。第2点，请兄弟有透过短暂的方式来访客的，是爱会记你甲干事也是在座的同工来讲，方便咱的日效。第3点，鼓励教会内的夫妻来参加2026年的恩爱夫妻营，日期是8月14到16号，依照咱的新熟悉的婚礼福气，报名的链接若要点关，大家来看。第4点，本期幸福小组有3组，请兄弟姊妹搁继续来关心来带导。那你有想要带伊来电话福音的，嘛会当带伊来，顶悬有3组的福友来问。第5点，社区传导组成立喜乐社区关怀站，要进行这福音单张的分发施工，甲社区来建立连结。那还有各有3天，时间嘛要顶悬，详细内容咱请甲建立长老来问。关怀带导的部分，在出来调用的兄弟有林太平、李雨婷、吕豪金、马来金、柯玉、曾文德、钟正胜、郑明祥，段也有洪本长弟兄的母亲，请大家继续来带动。奉献的部分，若有唔对的，请大家甲10位同工来提出安尼。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咱大家做伙来读。这是咱的奉献，咱请是来同工。上日510首，关注祝福都互你。我
被上帝疼他，圣神的上高，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特别甲阮在座的母亲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如今，阿门。来个请坐，入岛闭会，请伫后到了后，才会来行平安礼。咱来今日咱的康乃馨的部分，来到汉暑假来回收，谢谢。大哥。